来看今仔开始哦，台湾附近的西南风减弱，脱离低压带的影响，一直到拜五拢是高温、正烧热的天气。气象署嘛，伫今仔中昼针对在县市发布高温特报，提醒民众要爱特别注意热伤害。气象署嘛表示讲，过昼了后，台北地区、外岛地区各各地山区，要爱注意可能会有雷公雨，嘛可能会闪大雨。 烧热无云的天气，未少民众是哪掠雨伞，哪觅日头。气象署拜三针对北部、东部地区发布柑仔色、黄色的灯号，尤其是台北地区，已经连续3天出现36度的高温，提醒民众要特别注意，避免着沙甲热伤害。因为台东地区有可能会透火烧风。在今天，其实，在包括北部、东半部，还有在中南部比较靠近山区内陆的地方，其实就已经有机会出现35到36度的高温。尤其在台东地区，今天甚至有焚风发生，那意思就是可能会有36度的高温出现。 气象署表示，目前台湾暂时脱离低压带影响，对21甲23会恢复高温烧热的天气。落雨的部分，拜三甲拜五，台北地区、离岛地区甲各地山区要注意过昼了后，有可能会有雷公雨，而且雨嘛会较粗。拜六礼拜水汽增加，后礼拜阁会受到低压带影响，雨水变高。明天跟后天，在山区北部、宜兰还有东半部地区，还是会有些午后雷阵雨出现的状况。同样当中还是会伴随一些比较大的雨势出现。24、25号水汽稍微有些增加了，整个午后雷雨的区域变得比较广泛一点。那到了下个礼拜，台湾这边又会处于一个比较偏向低压、水汽比较多的环境。 另外，气象署嘛表示，拜三透早伫台湾东南边海面上有新的低气压形成，预测后礼拜一会形成今年第10号风台。目前看起来会行向日本，未影响台湾。不过，提醒要去日本佚佗的民众，要特别注意。记者陈阿轩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